来看新北市新庄的琴林路附近，今仔日因为这个地下水管伤过规个破去，造成这水喷出来，车路拢淹水啊！也有一支电话条啊，因为安尼伸出来倒去，警消人员赶到现场，现场有先围起来，这带电带水进行抢救。也因为这水伤过大港，甲这土沙拢冲入去人家厝，也害一寡徛过地下室拢淹水啊！台电的工程人员甲倒去电话条啊，慢慢甲吊起来，准备要运走。因为新北新庄琴林路附近的路段，七时早起11点外，向向发生路面大淹水，电话条啊因此车倒来。还原事发经过，一开始有水慢慢溢出路面，当时民众看到也摕手机甲翕，也无偌久了后，大路就膨鼓起来，大水向向拢冲出来，淹过大路，大水也有土沙一粒冲入边仔徛过甲工厂。很大声啊，好几声呢，一直滴一直裂，水先慢慢出来，然后那外面就爆起来，电线杆就倒掉了，水都整个泥土都冲进来，就赶快去关铁门了啊！赶快关铁门也来不及啊！受灾民众赶紧表扫厝内底土水，土水也冲入地下室，财产的损失互因真苦恼。警消人员到现场管制，也请里长到现场协助。找到一个具体的泄漏点，那么泄漏点完之后后续就有一些看管线的这个修复的一个处理。在管制进度，我们也希望说，是不是在今天晚上的时间能够把它做一些及时的处理。路面他们水的自来公司或是水，他们配合那个清洁队会来清理。台水人员初步了解，原来是台地涂骹70多年的水管破去，水一直喷出来，甲地基拢冲了。管林的部分可能也比较久了啦，大概是因为我们平常水压大概也比较越高的情况下，所以这个管线有发生破管的情况。有超过20户徛过受灾，台水会甲地下水管误开维修以外，也发散慰问金，并且负起相关赔偿的责任。记者自红报道。